咱来看圣诗第20首，圣父上帝踮天顶，圣父上帝踮天顶，管理宇宙出命令，人类历史相改变，阮的生活快变迁。你看，上帝甲咱徛起无敢若无共款所在吼，咱在地上，伊在天顶，伊踮的所在，咱可能看袂到哦。咱个上帝拢关心啥？关心伊所创造的，伊所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甚至咱人类的历史。所以咱无管哪，咱一代过了搁一代，主拢是做人的徛起的所在。所以咱都要求主守护咱智慧、甲圣神能力，守护咱这要创啊！咱都要摕到了个喏，献互主。哦，第三在咱讲着，啊，献互正归互上帝，正做伊的器具，甲福音传甲逐个所在。哦，咱来唱第一节，第一节甲第二节。来，圣父。上北上的天地间，管理我就出明亮，人类历史相改变，我的生活快变成。代过了又一代，主做阮徛起所在。第二站，国家兴旺甲水美，在天天百姓之世间荣华甲富贵，那尊草木渐逝水，上帝做万民天父，永远不变甲万世。好，咱来看圣诗第22首，上帝正手是啥？有气力的手，所以伊用正手伫咱中间创啥？写字哦，写出伊的啥？伊的仁爱有关联的话，啊，搁用伊的正手，来指出咱应该行的路。搁另外呢，伊搁用伊的正手攻击啥物货？咱心内底遐个污秽、嫉妒、贪婪、怨恨、自私、自利、骄傲、不义。上帝嘛用伊的正手安那，甲这歹按咱心中、按咱身躯内底给拍出去。所以咱都要领受上帝的恩典，看到伊安怎足注重咱逐个人，因为咱拢是伊独一创造的，世间无一个人甲你共款，所以咱都要安怎？会使伫个伊的中间，伊嘛互咱得到医治，互咱心灵得到安慰。所以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伊要裁剪啥？伊甲这歹拢拍掉了，要裁剪啥？第6节咯，自由、望、仁爱，伊搁要安怎？甲咱同徛起。所以咱踮上帝，逐个人拢爱正做一体，咱拢是伊的肢体，咱都爱正做一体。甲上帝同工，咱来唱第一节甲第2节，来，来，上上帝正手，伫人中间写字，写出仁爱关联的话，人冲突甲失败，人胜利甲目屎，
地主上帝正手拢有记载。第13，主上帝正手，伫人中间指出，指出人应该行的路。虽乌云雾道道，真容易行歪错。地主上帝正手，人受引带。哦，这唱起来啦，足有气力，足欢喜。所以虽然较等有6站吼，我想足紧人咯，咱嘛使甲唱完。咱用欢喜的心来看一个。过来，咱看圣诗第175首。伊讲到新的地、新的天，这个所在伫记载伫对上启示录。启示录当耶稣要过来的时阵，新天新地拢要来。伊才讲啊，新的天、新的地，上帝灵运行，伊要整新的经济，对吧？新的创造，这拢变新的呢。新的男性、新的女性，上帝形象迄当阵啊咯，要搁一届运行，毋是运行伫地上，嘛运行伫咱逐个人身躯上。所以咱都爱唱新歌，因为伊互万物换新，伊拢要互所有的拢总换新。因为旧的已经过去，旧的安怎？自咱阿当夏娃犯罪了后，罪入要内底，伫即个世界，所以这些上帝拢要甲咱清好清气，伊拢要互万面换新。所以咱一个遮听候的即个时阵，咱嘛要用安尼的心来听候上帝，爱做好咱家己，互咱家己即马就会再开始换新。咱来唱175首。来，新的地，新的天，上帝良风运行，新经济，新创造，我命的良运行，新男性，新女性。上帝形象的运行，自唱新歌，以互万有换新，万有换新。第2站，新听叹，新人民，上帝良运行，新力量，新希望，我命的良运行，新的心，新精神，上帝形象运行，自唱新歌，以互万有满心，叫万有满心。哦，感谢主哦，咱今仔的吟诗学录到这，咱备办心，做来敬拜上帝。请咱大家备办心来敬拜上帝，这时礼拜开始。
劳苦背重担的人，拢着来我遮，我要互恁安息，着背我的担，对我来学，因为我的心温柔谦顺，你的心神就会得到安息。因为我的担下用，我的担真轻。做伙来吟圣诗20首，圣诗20首，圣父上帝踮天顶，请起立来吟。请咱议员徛伫三甲鸭头来祈祷。创造宇宙的大主宰天父阮的上帝，感谢你伫前2天的风台中保守台湾。虽然有灾情的发生，也有造成真侪人的不便，总是伫你的故手内面，互阮游园通伫敬心中安然经过。愿感谢你。现在这个世界，因为环境、气候的变迁，毋是大水不断，就是大扫欠水；毋是过头烧热，就是过头寒冷。人类科学的进步，虽然为生活带来真侪的便利，各种物资的享受也哪来哪丰富，总是做伙带来，却是哪来哪严重的环境污染，以及甲各种自然生态的破坏。求你帮助阮，互阮有敬畏谨慎的心，互阮有机会翻头搁一摆来思考。上主，你用看最好的心意创造世界，搁交托阮用心负责任来甲你三甲管理，总是阮却也家己做主，自私自大，用家己做中心，袂记只尊你做主做大，袂记只着好好使用资源，甲你同工来固守疼惜你的创造，也得到万物因为阮的罪来做伙受苦。主啊，恳求你赦免阮的罪过，帮助阮。
通及时来翻头，通对你的心意来行。我嘛要向你来祈求，求主你医治的大灵，临到伫病痛中，和教会的众兄弟姊妹，无论是伫个化疗的受苦中，还是伫心脏手术的恢复中，还是有人因为感冒所引起各种的病痛的时，还是心灵拄着忧闷的人，主啊，你是阮忍耐的大牧者、大人君，你知每一个需要主你安慰甲帮助的人，你听每一个伫受苦中扬的声音，主啊，阮伫即时为遮亲人朋友向你来祈求，求你听阮的祈求，互兄弟姊妹会当快快恢复因的元气。阮也要为着教会来祈祷。经过即届的风台，礼拜堂有侪侪所在在漏水，需要及时的维修甲整理。求主你纪念，总是相信阮也要搁一摆来感谢你的恩赐，透过阮信仰前辈的手，建立即个礼拜堂，互阮伫遮会当来敬拜你。经过128年来，伫要行往130年的时，除了感恩，阮也要搁较需要来思考，着互阮的会友对即间教会的历史，对即间教会有搁较侪的认同，通继续这南教会正信仰前辈对宣教、对传福音的热情，继续行落去。即个感恩的节期，是阮孝顺主的恩典，也是阮着回头孝顺阮所做，是毋是互主你来欢喜的事？当已经进入11月，将近要年尾的时，阮也要为着教会今年的决算，甲明年的预算，背后的计划甲心志，将伊摆列伫你的面前，求你来检察，求你来监督。愿这南教会尽信徒同工，阮服侍的心志甲态度。阮也要为着阮的牧者、牧师团来祈祷，求主加添因的气力，无论是对会友信仰的造就，各单位关怀的事工，愿拢要仰望军队你美好心意甲安排。但是阮也知，阮的祈祷无完全。所以，阮也要学习主所解释阮的祈祷文，安尼伫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请坐。这是请咱掀开信息后面启应文第23篇，启应文23篇，这是出对诗篇96篇，咱做伙来启应。着对上主唱新的歌，着对上主唱歌，称赞伊的名，着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因为上主至大，应该受极大的称赞。因为外邦的神明不过是偶像，尊贵甲威严包围伊，地上万民拢着称赞上主，着将上主应得的荣耀归乎伊。着请圣洁做礼服敬拜上主，
就对万国宣布上主做王，世界经过袂越动摇，天就欢喜，地就快乐。田园甲其中所有的拢着欢喜。上主得来啦！伊要用公义审判世界。这是来吟圣诗22首，圣诗22首，主上帝正手，请起立来吟。请坐。做伙来祈祷。至悬至尊的天父上帝，阮心无依，亲像鹿仔喙焦心无溪水。搁一摆用渴慕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要仰望你的引带甲光照，追求你的教示甲真理。恳求你用你的慈爱，带阮到青翠的草坡、安静的水边，互阮的灵魂静养，得到真实的保障甲福气。也恳求你感动的灵来引带阮的心智，互阮对你遐来领受，也会晓愿意付出、明白，互人的比对人提的较有福气的意义。将阮对你遐所得的勇气，诚做传福音的气力，
互别人得到祝福，来归荣光互你。奉阮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做伙来共读圣经。今日的经文是记载伫以赛亚书14章22节到32节。以赛亚书14章22节到32节，请咱注意看，听我来读。22节，上主万军的统帅讲：我要起来攻击巴比伦，要撤销因的名，消灭死无去的人，以及因的子子孙孙。上主安尼宣布：我要互巴比伦变做河堤大的所在，变做拢是落高梅窟的所在。我要用毁灭的扫帚甲伊扫。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布。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立誓讲：我所计划的拢会发生，我所决定的拢会实现。我要伫我的地拍碎亚述，要伫我的境山吞吞伊。伊囥伫我子民的担，我会甲因刷开；伊下伫因肩头的重担，我会甲因搬落去。这是为着全地所定的计划，这是伸出去要攻击列国的手骨。上主万军的统帅已经做这个决定，啥人会当甲伊阻挡？伊伸出去的手骨，啥人会当互伊搁救转去？亚述王死迄年，亚哈斯王死迄年，上帝宣布下面的信息：恁所有的非利士人啊，毋通因为拍恁的军已经断来欢喜，因为蛇一定会生毒蛇，所生的是会飞的黑蛇。上主会牧养伊的子民中上善车的，欠缺的会当安然休困。毋过，我要用饥荒杀害恁非利士的后代，要杀死恁所剩死无去的人。城门啊，着啼哭；城市啊，着嗷叫。非利士啊，着惊吓皮皮喘。有乌烟对北方跌落来，军兵向前进军，队伍中无一个缀袂着阵。咱要安怎回答非利士的使者？咱着甲伊讲：上主设立锡安，伫遐伊的子民中困苦的会得到保护。圣经读到遮。愿上帝话诚做咱的帮助。下面要请圣歌队阿萨诗班带咱来献诗敬拜上帝。因要唱的诗歌是着靠主坚强。
此时，请黄春生牧师讲道，题目是上主伸手攻击列国。弟兄姊妹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每一位三个弟弟。今仔日早起24班用着靠主坚强，带领咱来敬拜。特别咱伫咱的人生的中间，咱侪时阵是爱甲歹争战。爱甲歹争战的时阵，咱需要倚靠的，毋是家己的气力，是倚靠的是主的气力。甲歹争战，这诚做咱伫世间一个真要紧，甲主同行，为着要来行公义、好人民所行的一条道路。讲到甲歹争战，我昨暗时8暗的时阵，接到一个以前的青年来的电话，甲我讲伊有一个朋友伫乌克兰战争，伫遐战死，因的部队撤回，用迄个无人机去找到伊的尸体伫遐个所在，但是无法度紧甲送转来。伊甲我讲，看要安怎会通联络无？联络台湾伊的厝的人。结果我就紧敲电话，互我熟悉的移民署还是外交部的朋友，伫遐请因联络，昨暗时就联络住伫高雄伊的厝内的人。迄个人过身伊44岁，伊要去的时阵，已经2年外，拢伫迄个战场中间。伊无偌过以前，甲因为骹受伤，倒来到伫台湾。有甲问讲，你为啥要去遐继续相战？伊讲伊是要为着甲歹争战，因为看到这个国家的需要甲迄个歹对抗，伊有即款的信念，伊走到伫前线，伫遐来做兵，因为伫台湾就是做特战队的军人。有的人用伊的性命甲歹争战，咱嘛是需要伫咱的性命中间。甲歹争战。今仔日是总会每年11月的第一主日，咱定做性别公义纪念主日。这是要为着唤起对性别公义的重视，也是讲觉醒。咱等下讲到了后，有唱一首回应诗：新的地，新的天。第20个歌词安尼讲：新疼痛，新的人民。疼痛才有新的，就是爱不断，爱有新的人民。咱总会会定性别公义这个纪念主日，主要是咱的疼需要不断来进步，包括咱性别公义部，其实伫咱教会有办过侪遍的这个演讲，无论对伫同性议题，还是性骚扰防治。性别暴力的防治等等，伫咱教会办足一场的这个讲座过，这就是望咱咧甲歹争战的时阵，咱爱有一个新的疼痛、新的人民来出发。咱嘛期待伫性别纪念主日的中间，咱特别去重视性别公义的议题甲事工，一方面嘛去看咱的空间。敢有性别的优先，性别同工的性别的比例，敢会通更较平均？若是用咱教会来讲，咱女性的同工实在是较少。咱嘛爱去尊重，有的人可能有独身的因素，咱来伫迄个性别优先的同伴的关系做阵，来起造咱的教会。伫逐世代。咱咧较歹争战的时阵，拢有无共款的这个挑战。咱咧看圣经以赛亚书以来，咱看到咱的上帝是一个政治关怀的上帝，因为上帝关心政治，是因为政治掠着权的人，伊会安怎？会堕落，会腐败。所以上帝关心政治，咱嘛是需要为着政治来关心。这是咱今仔日参与伫上帝国内面一个真要紧的任务。咱若无关心政治，乐观的人也对落，
伊就会用政治来迫害一般的人。咱顶礼拜以赛亚书14章第1节到21节，咱看到啊，巴比伦的坠落，甲以色列人的归回，这是两条无同款的道路。一个是非常骄傲的巴比伦帝国，一个是互人吞踏到伫土里的以色列百姓、村的百姓，因会谦卑追求上帝，因会当归回。其实，咱嘛逐工面对类似的选择，咱要选择迄个自我中心，亲像巴比伦迄种的骄傲，行往死亡，也是咱要谦卑倚靠上帝。超出迄个永远的愿望，这是咱每一个人无同款生命的挑战。今仔日咱读到以赛亚书14章22节到32节，一章其实咱分做3段，这3段的中间会讲起上帝安怎对巴比伦、对亚述、甲非利士因的预言甲审判。上时咱嘛看到上帝最后对伫村的百姓，咱讲渔民，也是讲上帝的选民，伊的怜悯甲应允。这段经文内面嘛提醒咱的上帝是一个公义审判的上帝，伊也是信实的拯救者。伊的旨意的确要成就，伊的应允永远袂落空。咱首先咱来看22节到23节，这2节。一开始安尼讲上主万军的统帅，这个就是先知伊咧讲，咱讲 Holocaust 迄个神谕，上帝讲话迄个形式，万军的统帅用这句话来开始。咱若去观察，伫前半段是先知伊用伊家己的口语来讲起，会讲巴比伦的代志。但是伫遮开始22节开始，是上主用第一人称的讲起，上主万军的统帅，伊发声来讲，讲啥物？讲伊要起来攻击巴比伦。所以换一句话，这个攻击毋是用人来执行，是上主亲自来执行。攻击的目的是安怎？要专门打击迄个极权的帝国。你有权的人，若亲像耶稣所讲的，恁中间什么人要做大，就要做正人的奴仆。有权是为着要来服务，为着要来创造，互这个世界更较有上帝国的款式。但是有的有权了后咧，就是去欺压其他的民族，迫害其他的人。上帝对这款的代志无容允。这就是上帝的政治啦。咱敢有看到极权的帝国统治者的歹，咱伫遐讲好，你继续歹袂要紧，这毋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基督徒的态度应该甲上帝同款，带一个帝国的歹，上帝伫遮讲，伊要来对付因。伫遮上帝安尼讲，伊要来撤销因的名，原文是安怎寸草不留啦。讲因的名要完全受这个擦掉，就是安怎？因无有残存的人，所有的人拢死。上帝一宣布这款的语言是讲彻底的毁败这个帝国。上帝唔单要毁灭这个军事政治的力量，伊阁要剪除这个帝国的名号甲因的人，伫这个历史的舞台顶头完全消失。这款的是要彰显上帝的公义甲主权，因为无任何的国家也是关系会通脱离上帝的审判。伫遮咱看到遮的描写，讲巴比伦要成做变做好地大的所在，豪猪，豪猪就是建筑啦。迄个建筑细细只，身躯真侪刺。通过这种的描写，会讲巴比伦帝国的王。中东地区有真侪民族，拢用字来描写一个人安怎歹啦、贫惰啦、阁戆啦。这是中东地区因的文化是安尼。这个豪猪拢住伫啥物所在？
拢住伫迄个沙漠化的所在。意思讲，巴比伦这个所在无够有人伫遐住，因为规个城市拢安怎，拢沙漠化。犹太人特别对猪看做是无清气的，豪猪是比一般的猪搁较无清气，搁较歹，所以嘛有人甲称作安怎歹猪啊、臭猪啦。但是咱则看到，竟然巴比伦这个暴君比这个歹猪啊搁较不如。歹猪啊虽讲歹，但是安怎伊搁活伫迄个所在。暴君呢，伊虽讲高高在上有权势，但是安怎却活了真短。巴比伦的败坏是因为伊的骄傲甲邪恶，因为伊捌欺压上帝的子民，伊用残暴去侵害其他的部落甲民族。所以今仔日上帝互咱看到，伊生气是因为这个帝国无公义，这个帝国无怜悯。所以上帝的审判是为着要来彰显伊的公义、伊的怜悯、伊的主权。这也提醒咱，世上任何的国家、人民，拢无法度逃闪上帝的审判。这段经文也提醒咱，反省咱家己，敢会骄傲自大，也提醒咱需要谦卑来倚靠上帝。煞者，咱来看24节甲27节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描写着亚述，但是咱会知影讲亚述帝国是伫主前第8世纪出现，也是先知以赛亚伊本人伊个服侍的时代。亚述甲巴比伦相差将近200年。巴比伦是第6世纪，主前第6世纪才出现，这两个时间差200年。太甲写做阵，这款的编辑有一个目的，是要互咱读的人看到。意思讲，你甲看亚述帝国受审判，袂忘啊。未来的巴比伦200年后，也是讲其他的列国嘛同款会受审判。也因为安尼，学者认为，这是一个较一般的通论。这个通论表面上是讲到亚述帝国安怎互上帝审判。其实所要指的是全地的列国，拢是上帝要审判的对象。咱若看到前一段前后拢出现安怎？这一段前后拢出现上主万军的统帅，24节甲27节，这就那亲像三明治的两边，中央叶的迄是真重要的信息。第25节安尼讲，我的地，我的正山。这就是表明上帝的主权。上帝唔单是以色列上帝，伊也是全地的主宰。伊掌握历史的发展，无有任何的势力会当阻挡上帝的旨意。所以，咱做上帝的子民，咱爱将咱一切看如重担交托予咱的上帝。相信上帝会照着伊的时间、伊的方式来成就伊的一切。25节安尼讲起，我要伫我的地拍碎亚述。历史的情景是啥物？犹大国啥物时阵伫家己的土地拍败亚述？历史无即款代志呢？但是作者他安尼写，作者其实要强调的，毋是犹大国拍败这个亚述帝国，是因为这是上帝的作为。因为历史上一讲起亚述帝国，伊是安怎忽然间就安怎撤军撤军，犹大国的灭亡的危机忽然间安怎解除？这就是25节后边段所讲的，伊藏伫我子民的担，我要甲因散开。下伫因肩胛头的重担，我要甲因搬落来。亚述帝国原本已经拍到伫耶路撒冷，这个犹大国就要灭亡啊！忽然间，亚述帝国撤退。历史上到底是啥物原因？伫主前第5世纪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做希罗多德，伊伫伊的著作
的历史这本册中间的描写，伊认为啦，因为迄个军中发生安怎瘟疫、鼠疫，所以亚述帝国的军队死足侪人的，所以因安怎因撤军回去。若是根据亚述历史的记载，亚述的皇帝迄当时伊的囡仔叛变，囡仔将皇帝老爸甲杀死，搁将太子杀死，因为太子毋是安怎，毋是大母所生的啦。老爸假意说伊的囝做太子，所以伊王后的囝两个来叛变。拄好发生伫迄个时阵，这咱叫做啥？操都坎，很凑巧的时间，互这个犹大怎免得灭亡。这款的操都坎，咱甲当作是上帝奇妙的作为。伫这个三明治的结构内面，迄个第26章，咱做阵来看。26章咧讲，这是为着全地所定的计划。这是真清楚，以赛亚上清楚的表达，上帝对全世界是有伊的计划，有伊的计划。这段中间出现3个计划，这个字眼，24节、26节、甲27节，27节甲翻译做安怎决定？意思讲，无论是上帝的计划，还是决定，无人会通改变。所以27节。用一种修辞的用法，讲啥人会当甲伊阻挡？意思讲无人会当甲伊阻挡。这已经在强调上帝对亚述的审判，伊强调这是上帝的旨意，无人会通阻止。上帝毋单单是对亚述，甚至是对全地万国，拢会表明伊是全地的主宰。所以这嘛，互咱得到提醒。咱今仔日的世界的处境如何，环境如何，咱拢相信要倚靠上主的主权甲计划。所以，咱来看28节到31节，这段经文会讲到对非利士的警告，因为非利士的警告是安怎？因有迄个虚假的安全感，因为伫亚哈斯王过身了后。非利士人认为讲亚述死去啊，欢喜，因会当脱离这个犹大的威胁。但是先知以赛亚警告非利士人：恁莫伤欢喜，恁的欢喜是短暂的，因为新的灾难临时就安怎马上要到，因为有一个更较大的对敌，有可能是亚述，有可能是巴比伦，伊会兴起。拢会通带来更较大的毁灭。圣经内面讲火蛇，这就是更较大毁灭的溃烂。头前迄个是安怎？较细只蛇，后面这个是会飞的火蛇。所以你会当多闪头前迄只，你就无法度多闪后壁迄只。这会提醒咱，假使外在的这个压力暂时减少，咱嘛需要安怎？非常的警觉。因为一时的放松、安全，一时的，迄拢是假的。所以伫遮，先知甲这个非利士人讲：啼哭哀叫，恁都爱哭啊，恁都爱叫啊，因为这才会当反映真实的处境。真正后来的描写是安尼：有乌烟对北方落来。这就是巴比伦帝国因拍到每一位的所在的时阵，拢会放火烧，这叫焦土政策。拍较大，烧较大，抬较大，烧掉是安怎？互迄大的百姓无通食，互因的生活绝望，互因夭饿，这是非常残忍的。残忍的帝国嘛会破坏生态。伫遮咱阁看到。讲队伍中间无一个对袂着阵，意思安怎？军队是接军队，迄真有纪律。意思讲巴比伦的军队真有纪律，所以非利士人你袂通抓准家己有力量、有智慧来得到迄个安全感。先知的提醒非利士人，
唔通安怎？不要错读现实啊！爱对这个现实爱有危机感，但是真正安全，只会当对上帝来，只有伊会通保护咱免受一切的邪恶甲患难。咱有当时咧看到这段的时阵，咱嘛去想象台湾。有当时咱感觉讲家己真安全，伫一个安全的所在，但是安怎？台湾受到中国的攻击，迄款的攻击、认知作战、艺人来台湾甲你作战，即款的代志一直咧发生，甚至伫国会内面，有人是配合中国，咱需要警醒。这个警醒是为着甲歹征战，那亲像。咱看到圣经内面，上帝通过先知的唤起，咱就爱甲歹征战，唔通甲歹行做阵，咱就爱转来倚靠上帝。煞只咱来看最后一节，而且最后先知安尼讲，咱要怎样回答非利士人的使者？即句话，互咱去想讲要去比较。犹大国受村的百姓，甲非利士人有啥物款的差别？非利士人因掠准倚靠家己的力量、智慧，会通得到安全感。对伫北方的亚述，也是巴比伦因的侵略，因安怎？因完全无即款的风险的感觉。但是对伫犹大村的百姓呢，因知影。阮是甲上帝有立约，阮需要倚靠上帝，需要找求上帝的保护。所以，这两个是非常无共款的对比。一个是掠准家己已经安全啊，没有现实感，感觉家己是这个无风险。但是一个是讲，阮知影阮有风险，但是阮倚靠上帝。这两个是非常。大的这个对比，圣经内面，互咱看到，这个犹大村的百姓，因伫迄个危难了后，伫遐上帝应允要来保护因，所以伫遮讲锡安要做上帝国度的这个象征，成做伊的子民的避难所。特别32节特别强调，困苦的人逃奔锡安。这嘛是咧说明上帝对这弱势的族群的关怀甲保护。伊是公义的上帝，伊看过遐个困苦无助的人，所以这个困苦无助的人，嘛让之悔改归向上主的人。上帝审判，伊要临到伫这个列国，伊嘛要互人安怎有迄个悔改的机会。气杀偶像包括帝国，会通安怎转向上帝，咱就会通得到救。而且，值得咱注意的，得到上帝保护的关键，毋是伫你是啥物款的血统、种族，乃是你甲上帝的关系。因为你若甲上帝建立迄个约的关系，咱才会通安怎得到上帝所来的安全甲保护。咱嘛爱知影，咱毋通将锡安这个字眼，甲当作是地理位置的避难所，也是耶路撒冷。因为上帝本身就是咱性命的锡安。这段经文提醒咱无论伫动荡不安的世界内面，咱只要信靠上帝。谦卑悔改，咱就会通伫伊的保护下底，找到真正的平安。咱要对这段经文内面，咱来思考两项。第一项，这要警告咱，毋通对局势无知，毋通互眼前的安逸所骗。这伫咱现实的生活中间，真正是安尼。尤其伫社会、国际政治摇动的时刻，咱真容易
因为暂时的平静，感觉讲啊真安全。这段经文咧提醒咱搁爱有搁较久长的眼光，对迄个风险爱采取适当的行动。咱唔通互眼前的安逸所欺骗。虽然台湾这几年以来，有真侪人开始伫遐学习，要安怎去做这个民主防卫的这个训练，做民防的训练。这其实嘛是一种危机感。无论有战争无战争，咱台湾风台地动做，咱有当时备办起来，就会当真做咱的帮衬。然后一天中国要侵略，咱嘛有迄个能力自我的保全，这是非常要紧的，要有风险这款的准备。圣经内面提起讲，非利士人伊的军受拍断30节，伫遐讲看到未来更较大的危险，这代表上帝审判要临到遮个骄傲无公义的国家，也特别对非利士人的警告。同款对咱今仔日来讲，咱也离开上帝远远，咱嘛会面对相当的后果。咱今仔日看到国际的风险，亲像战争、经济无稳定、环境的危机等等遮的，这段经文会提醒咱，这个风险拢有可能是反映出人类社会的骄傲甲无公义，也对上帝公义审判安怎无感觉。反倒转，咱爱去思考家己的社会国家，咱伫迄个中间的角色是啥物？咱搁较明白，咱本身是上帝国的公民。30节安尼讲起，上主的牧养伊的子民中上善车的，欠缺伊会当互因得到休困，这是一个真大安慰的画面。会讲起上帝最后的心意，是要保护、照顾这受压迫的人，互因会通得到安息、得到休困。这嘛，互咱知影，上帝审判的目的，毋是为了毁灭，是为了互公义会通显露，互受压迫的会通得到安慰。咱咧面对社会上的无公平，也是讲战争、难民等等遮的处境的人，咱会通采取啥物款的行动？咱会通采取实际上去参与社会公义甲慈善的工作。以赛亚也提醒咱，毋通对这个现实的风险无感觉。咱爱认好清楚，伫咱的生活中间，充满无确定性是非常的大。咱一定爱有好的这个准备。历史上有类似的事件甲人物，拢会讲起有迄个风险欠缺人脉的人，最后安怎？迄个损失重大的败害还是灾难？有一寡典型的例啦，亲像1912年的时阵，捌发生迄个铁达尼号。铁达尼号迄当时宣传单安怎写？你敢知影？不会沉没的船，因为迄当时世界上大的船，不会沉没的船。伊讲因内面有上安全的设施，这只船真安全，坐伫遮，开伫海面，平，亲像你行伫涂骹同款。但是安怎？最后因为太大意，去撞上冰山。救生艇的数量不足，伊迄个演习准备嘛无，最后1500人来死亡。这个事件嘛是凸显人类伤过自信自高，对风险的忽略。这嘛提醒咱，无论科技偌先进啊，咱嘛是爱保持迄个警觉。
若无，迄个风险危机就发生。1938年，伫第二次战争以前，有一个叫绥靖政策，就是英国甲法国一寡西方的国家对伫希特勒要侵略，因选择安怎点点无出声。结果安怎？互希特勒开始对整个的欧洲伫遐侵略。西方的国家低估了迄个希特勒的野心，嘛看轻讲啊，德国的军事力量它有啥物？看轻无警觉，结果安怎去签一个慕尼黑协定了后，就安怎全面战争勃发。这个绥靖政策是因为出自对希特勒伊的意图的错误的判断，这嘛是西方的国家过去伫战争风险无觉醒的所在。这是第二个例。第三个例，就是发生伫车诺比的核灾。当时车诺比的这个技术人员。因伫遐怎看见有迄个反应炉无稳定的信号，伊讲啊，这信号吼可能是线路短路啦，啊，就安怎无甲注意，啊，一再发生几啊遍，因拢安怎甲忽视，讲啊，这是线路的问题，结果安怎其实是反应炉的问题，是因为这款的忽略，所以造成较尔大的灾难。到伫2008的时阵，咱敢有印象？伫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美国迄当时刺激房贷的市场加速发展，迄个金融的迄个高风险的贷款，创造真侪金融性的衍生商品，结果无管制，风险出来。这过去咱台湾卡债嘛是因为安尼，咱的卡债安怎？你会当用卡去贷办卡，一个人安怎办一张卡就可以用这张卡去贷另外一张卡，所以侪人安怎摕到真侪卡债。我以前的会友嘛，有人拄到即款的代志，我讲啊，你开会要借钱，伊讲我的收入无够啊，厝爱贷款啊，吼。囡仔爱读册啊，收入无够要安怎？我就去贷款啊，摕信用卡去借钱嘛。信用卡的借钱，迄个利率偌悬的，对毋对？将近要20%，还到尾也还袂起，搁怎？搁去办一张新的卡来还迄个旧的卡，结果安怎？循环利息。刘兄弟，即款的代志，拢值得咱去注意。历史上这案例，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咱爱对现实的风险爱注意。亲像圣经内面，互咱看到非利士人，先知甲因讲：，恁的风险观念太弱了。头前迄只蛇无去啊，后壁还有一只更较大的火蛇，所以你唔通安怎？唔通去忽略你的危机。咱台湾的立法院前几天有人咧讨论，要将咱一寡亲像迄个民防迄个安怎甲削弱，结果迄个无过好佳哉。咱台湾若无做即个民防，真危险。这嘛，咱的总会一再伫各所在去做民防的训练。咱台湾开始咧做黑熊学院，也是壮阔台湾训练的时阵，一开始的训练场所拢伫大理，敢知影？都伫咱的教会，因为因一开始甲我讲，牧师，阮找无所在会当来训练人，教会敢会当招？咱地下室就招因用，当然爱收钱啦。但是这嘛是一种参与，通过安尼，因渐渐较稳定了后，因就安怎去买其他的场所，因就刷去因的所在。因的训练
伫全台湾的长老教会侪的教会会做训练，包括咱屏东排湾族遐加入堂迄个所在叫红色水域啦，遐是最好登陆的所在，因嘛伫遐安怎甲因做训练。咱若有即款的危机感，无论有战争无战争，无论是有可能风台有可能地动，咱拢爱做风险的评估，甚至会甲即个非利士人讲，恁爱有危机感。第二项要紧的假释是要互咱知影，上帝对帝国的审判要来彰显伊的公义，所以咱嘛爱学上帝的公义。特别25章咧讲起，讲即个亚述藏伫子民顶架头的即个担，伊要甲刷开，也是重担，伊要甲搬落来。上帝袂互即个帝国的占卜伫遐阁继续压伫人的身躯顶。所以咱看到咱的历史，侪即个独裁的帝国，有一天拢安怎，拢会倒啦。包括以前的共产的这个东德，嘛是换，敢毋是？欧洲侪极权的国家拢倒啊！相信这是上帝的出手。圣经内面咧提醒咱做基督徒的，咱爱去行公义、好人民，爱去学习上帝的公义，爱知影咱的上帝是一个正直的上帝。因为伊拢会插国际政治，你大一个国家无行伫上帝旨意，上帝安怎，伊会伸手。但拄啊，圣经内底会甲咱讲上帝安怎，手伸出去，袂救回来啦。但拄啊，咱吟的圣诗会讲啥物？上帝的正手，上帝的正手，伊伫咱的世界会出手。有当时上帝的正手。嘛是安怎？会推塞基督徒的参与社会的改革。我直接讲几个例。第一个例是有一个人叫做个乔助理，伊是个巴基斯坦的基督徒，伊伫英国，伊听到这个巴基斯坦有个基督徒受到歧视、暴力等等，伊就开始投入迄个救人的工课，所以伊伫英国成立一个巴基斯坦基督徒协会，专门咧帮助巴基斯坦的这个基督徒，也是讲后来帮助其他受迫害的人。伊嘛呼吁国际社会关心宗教自由的议题，所以伊做伊会通做的。其实咱台湾嘛，侪咱中间嘛有侪人，伫你无共款的民间团体，你咧做应该做的人的代志。第二个，有一个叫做尼西姆，是意大利救难民的救援行动。这个尼西姆，伊是一个女性。咱捌看到迄个地中海有这个难民死伫海上，伊伫遐看到这个代志了后，伊成立一个难民的组织，提供医疗物资避难所。所以尼西姆伊伫这个工作的中间，对无论你什么款的人，伊都安怎甲你帮助，特别迄个难民。甲救起来，伊的行动也提醒咱社会上唔通安怎去忽略即款谈多圣经内底所讲的遐困苦的人。若无有人去帮助难民，咱今仔日无长老教会，你敢知影？因为伫1533年11月初2就是昨啦，加里文开始逃亡。加里文做难民逃亡3年外，伊了后伊到伫这个日内瓦，所以咱爱知影，咱若无关心难民，迄当时500年前，若无人关心难民的时阵，就无加里文，就无长老教会，所以关心难民
这个议题对咱来讲嘛是一个真要紧的。咱的教会会去帮助逃走对香港逃出来的人，这嘛是徛伫咱的信仰去帮助这些兄弟姊妹。第三个要讲的咧，上帝安怎出手？上帝通过咱的出手。有一个组织叫做 IJM 国际基督教人道组织，因咧救啥物？救贩卖人口、儿童、奴役等等遮的。因这个组织，因伫足侪所在，会帮助迄个儿童人口被贩卖。这就哪像咱早前台湾安怎立新基金会早前所做的。迄当时为着要互花西街，迄个厨具遐店甲关门，敢会记得？迄当时台湾安怎有华西街路跑？华西街路跑走去花西街，因就安怎爱关门过来政府就开始重视啊。有真侪即个原住民的少女，袂到伫华西街呢，做厨具即款的代志。其实一个社会会通进步，咱需要安怎参与？这个参与就是看到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上时阵，咱嘛愿意用听和平行动来改变这个世界。咱安尼做的时阵，才会当互世界行往一个新天新地的上帝国。愿上帝帮助咱同心来祈祷。听堂的爸上帝，你是公义的主宰，掌管万国万民的命运。感谢你的话语提醒阮，你是审判国公义的上帝，无人会通得闪。主啊，阮承认阮的软弱骄傲，恳求你怜悯赦免阮，愿你清起阮的心。互阮无偏离你的道路。主，阮为着世界上无公义、邪恶的代志来祈祷，恳求你伸手实行公义审判，也保护遐个丧享受压制的人民，互因伫困境的中间得到上帝救赎甲安慰。无论外在的挑战哪尼大，阮相信你是阮的避难所，愿你平安充满阮的心，引带阮行往新天新地的上帝国。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下面咱来唱回应诗，回应上帝的话，信诗175首。信诗175首，新的地，新的天，请起立来吟。
请坐。这时是公道的时间，咱们为下面的事项来祈祷。头一项，为着新当选的长职甲2025年的服侍的安排；第二，为着2025年的年度事工的协调会甲预算的会议；第三，为着圣神催逼人来渴慕上帝国的临到。请咱大家做阵额头来祈祷。这时，请苏县长和岳灵执事带领咱做结束的祈祷。听从阮的上帝，感谢你，互阮今仔日会当伫遮聚集来领受你的话语。主，阮要感谢你，互阮教会中职的改选会当顺利完成，也求主看顾，互阮中职会当照你的心意去推动教会事工，引带侪侪人认捌你，学习你的话语，做你的工。荣耀你的圣名。教会伫这礼拜六为着明年度的事工，要来进行讨论甲安排。求主你来引带阮，赐予阮教会牧者、长老甲同工，有对你来智慧，伫事工的安排会当合主你的旨意。也求主保守，祝福阮的信仰、生活，拢有主你的引带。主，阮伫生活中时常有软弱。病痛，心有挂虑，总也是较无你的话语，会当成做阮生活中的美牛。求主圣神充满阮每一个人，引带阮会当通过你的话语，互阮亲近你，伫阮的生活中活出你的形象，成做你的见证。愿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阿免。这时，咱来奉献。咱今日有真侪新来朋友，若是你也无了解奉献的意义，请你可以不用奉献。请起立来吟奉献诗，做咱奉献的祈祷。
请坐。请咱先开周报通知事项。11月份特约长老是王英德长老。头一项，性别公益的纪念主日，总会定伫每一年11月的第一主日是性别公益的纪念主日，要唤起对性别公益的议题的重视甲觉醒，嘛来响应礼拜四来穿黑衫，即个反对性别暴力的一个普世运动。第二，咱真欢迎今日足侪台大的学生来遮参访，来甲咱做阵来做礼拜。欢迎，这是陈永文牧师伫个台湾大学的通识课程的学生，今日来参加礼拜。礼拜煞吴春秀牧师会甲学生会伫个中庭遐来进行即个分享会，咱欢迎因来。第三，因最近有真侪朋友咧讲伊的奉献，伊的奉献地的编号，即马就是讲欢迎已经受洗礼稳定伫个本教会聚会的，若是你遐无奉献的编号，也是决定奉献地会用个办公室来登记，明年你就是有你的一个编号，你的一个奉献地。第四项，中职当选的公告。10月20日，中职改选河湾后会选出2025年的长老甲执事。小会定伫2025年的1月初5要举行长老、执事各单位的省长的就任。中职的训练会是定伫1月12日下晡1点。第5项，决定奉献日。教会是定伫每一个月第2礼拜做约定奉献的日，请兄弟伫个奉献柜来摕咱家己的奉献地。另外，教会嘛有一个公益捐款平台，恁若是袂记早奉献金，咱也用个利用即个平台，伫个即个平台来奉献。第6项。圣经学校即个秋季班即个课程虽然讲得要经过一半，但是嘛是欢迎兄弟为着这来代祷甲奉献。第8项，歹势，第7项，事工的调解协调会甲预算的会议是定伫即个拜六来举行，请。小会、讲聚会甲小会员拢爱出席来参加。第8项，守护台湾的祈祷会，每礼拜5暗时7点有一个为守护台湾的祈祷会，请尽量来参加。第9项，圣诞节期得要到，咱也有洗礼的报名中间，教会定伫12月初8甲12月24，礼拜中要举行圣礼典。若是有要接受洗礼的，用个牧师来报名，咱要爱参加洗礼的课程。最近教会大礼拜堂，因的影响有换新，所以爱有一寡爱有一个培训所以兄弟若有意愿要来做即个培训，有2个培训的时间是12月14，甲明年的2月15，这有一个培训会。11项，感恩节期感恩分享的聚会，壮年牧区是定伫11月28，要伫个暗时6点到9点，伫个主流教室甲大礼拜堂要来举行感恩节的感恩分享聚会，欢迎全体的兄弟，咱会当邀请咱的亲朋好友来参加。因为咱有要准备点心、餐点，所以麻烦是伫个11月24进行报名，一定要报名，无会惊人数人数甲要准备的餐点会无够，所以拜托大家爱用迄个报名爱用报名的方式来参加。
12项连贯的电影，11月初10，伫咧教会这边要有一个电影的放送，是《沉默呼声》。团契的消息，请咱家己看。教界消息，我感觉这个是真重要的，这个是各自安全的教育训练，这是七星中会要办这，所以伫各教会，尤其是咱一个公开的场合，所以各自的安全实在是真重要。那欢迎中职牧者，也是你有对这有兴趣、有趣味的，伫咧11月初8办公室来报名，时间是伫咧11月30拜六早起。9点半，伫咧咱教会来举行。近期的事工，下周的侍奉的人员，顶周会出示甲奉献，请咱家己看。这是请牧师来补充报告。我直接来介绍咱中间的来宾来介绍迄个圣经公会总干事张秀辉牧师，因为伊的身躯嘛伫咱中间为上来请起立，来。欢迎欢迎！因为即摆较固定伫咱遮的聚会，我有看到麦义道牧师来到伫咱中间，真多谢伊长期以来帮助台湾做圣经翻译，伊的客语比客家讲了搁较水，台语啥拢会通，真多谢长期伫咱台湾协助圣经的这个翻译，咱也甲咱的厝边的兄弟彼此请安，愿上帝赐福咱。咱做伙起立来吟上吟信诗387首，387首，荣光归圣父上帝。愿属仰望的上帝，因为恁对伊的信心，互恁充满逐款的欢喜甲平安，搁互恁对圣神的能力充满仰望。但愿耶稣基督的恩典、特别上帝极大的疼痛，以圣神的相通，甲恁正大家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密道、闭会。